一条山，离开台湾100年，风平浪静，日头渐渐轉下雨，唱一條山，離開台灣200年。风平浪静，风天风海风脚壁，唱一条山，离开台湾300年。风平浪静，干嘛讲？你讲么？太阳照爱洒洒起。唱一条山。你要按叫冇看到唔估到点乜嘢就去咯。我特别要紧嘅事情，我就冇转来呀。啊，田中哥，讲正经诶，伢世事安泰诶，还做去救哈。就是啊，一下唔系量啊，一年唔当一年。喏，你干脆对面用买得嚟，也比你当嘅个快乐呀。系啊，无只好伢做滚讲船啊，穷样去讨海，唔讲，伢就唔算喺海康嘅男子汉嘿。喏，冇硬硬讲啦。啱叫嘛解？以後幾張好，眼超唔相信，偏硬跟嚟啲啲開行拖唔到嚟落實。你總有一年為咯啊，多時間冇法度做嘅事情，我樣解散咯。我冇法度做嘅時間，我係要拉啊！哎呀，講到伢拉嘅，按叫專門看到幾多幅下呢？佢囂學嘅啦，哎呦，邊度拖架兩嘢書，多嘅人拖唔畢業，氣死！啊，所以你嗱田中哥，記住好讀書咩？好拖牙逼啦！因為當啲屋企，你靠嘅股票嘅天使去衰木，講咩講？係。後生人用講嘅那又好咯，你乾脆去幫佢同聽書啊，閒你敢咁做咩？錯咩？解散你老唔聽書，你唔可以做人佢。来讲，银行的定存还是一样，只有0.7%，利率都还没有升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说把这些资金放在这些本益比比较低，然后今年获利会很好，去年获利也很好的股票来讲，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一个很好的一个标的。好，现在非常感谢动力通过江信财分析师，我们看到在宏达电呢，因为转上了价格战，全年获利恐怕是不如去年哦。那今天的早盘呢，股价是。爸，你做嘛啦？一喺我條路呢？咁所謂嘅條路，從田嗰啲開始，聽下爽爽。係咪？做乜咁冇啊？爸，今日冚下嘅時代嘅，難做幾條？或者雞掉呢掉，拖開嘛唔好，你唔記得起啊？從細講見我一聽係爽爽嘅，唔係嗱看到順當咧。爸，佢係捱閒些，唔點鹽下街，佢捱一下呢，有冇係有可能停一單呢呐？好，好啊，跟同你講，見過你做馬條路，仲做唔得，因為到啲屋企食閒飯啊！爸，一做起捱一下，想一件慘重嘅事情。但係沒做得，老唔想買它。你講乜嘅在位啊？乜眼唔神？啱啱翻講出晒。
爸，唔通来讲，要抢迄抢死的嘛。唔是讲安多，上海买眼黄船无可能，一条黄船血生安尼衣服太细，迄衣服卡命紧，老铁加蛋，上空上去上海买眼黄船，你这个笑死人呐！爸，我算你买的，我这样本钱做到欠钱啊，等下赚到钱，唔好搞做高红一个嘛，都是你小孩要算的，啊，看到做到买本嘛。唔是甲讲，上海高风雨嘞，俺可爱只讲，唔是个人路全部卡。
係我買船嘅，大事我都唔係，我錢嘅買貨嘅。你先莫歡喜，我係有條件嘅，聽我爽爽。靠自己嘅能力，先要在乎錢的掌控。找你吃饭了。風平浪靜，日頭漸漸轉下雨。哎，田中哥，點樣做啊？對呀，等下就出去了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是呢哦，嘿哦，阿仔，樣啊，我聽日白叫我一出去啊。係啊。哦，做得，冇簡單哦。哎，田中哥啊，你實在係好命哦。哪有啊？要搶蛇聽聽啊！喲，哎，阿生呢啊，你的太學生，上嚟當嘅事情唔敢曉得。很做得啦，從這看到睇咩？可能比開船堂嘅留開民宿嘅好，可以試試的。有，我考驗。我考驗啊，科誒，行傻批哦。誒，咁樣氣象就講風浪冇買好哦。誒，我要分享要啊，阿毛，哪一啊？唔是客意的。拜託啊，蘇官叔。哎，鑼鼓一年講好，夫無騙子啊！我也係正統嘅航海王呢。哎呦，我該唔信呀。做得到，做得到。你現在的天數啊，廿把就做得考究乜事咧啊？對哈，乜嘅係咗航海王。蘇官叔。嗯。冇得看漫畫啊。漫畫誒，唔使看過誒。愛看老夫子。老夫子。這波誒，出晒哦。爸，你要夾送洋飯咯？唔會啊，當日做啲事，機會就熟落嚟啊！好啦，你啊，一啲下擺，啱輸啊，就唔會運動，反而又係，哦冇掉劍，雖然夾，安全啲嘅，好，一分數，一下擺，一下擺啊，不要緊。兄弟啊，就開始做啲熟悉的啦。哦。這樣看起來，你不也神經病茫茫的哦？哎，爸，用嘅呢？哎，太迷的哦！等下，幹嘛太迷的哦？爸，來了。哎呀，兩個，對面。哎，阿爸，不過，阿爸，不過，哎。好來，吃高的。有啊，我什麼？當時哦，冇有比兩卡錢嘅啦。正義當天唔當我信呢？有種意思啊，只有真正的海航分掉嗰個人，爭體會嘅多。蘇官叔嘅到幾種觀光海釣未同樣係？爭無同樣啦，其實觀光性質咧，就像社會人消費樣，哪有做在哪裡邊個可以相比呢？爸，你成日整件咩唔驚呢？你做乜咁堅持？我係堅持乜嘅？我係講做唔錯事情。乜嘅
开一下。老唔讲，喺你行船当咩人，老太海嘅关系，係一種嘅素養，也係一種嘅富強。有素養，有富小。係啊，比如講喺你遇到颱風太浪嘅時節，喺你過嚟點水嘅，哦，迄種嘅滿載風樹，喺你要老記有種嘅搞過。個颱風太浪是無法講，素養係睇靠到運氣。不過迄個小嘅風樹，一下靠海發太咧，我手拿一雷灘，唔係咁主要，一下單咧，應該比條街結得到嘅吧？迄是迄啦，科學進步對人類嚟講係當好，不過像那個劉慈淼，老太唔識呢，一馬殺全部燒槍槍，眼前看起來睇個動聽，太風俗，不過長久嚟講，做乜乜輸到惡報啦。你個所謂講路停路也好，講係落後也好。冇錯，將來這樣撞了，係要用努力。有時哦，某天連命都會搞嘅。但係我台北嘅精神係乜概念？也係台北，係你對台海嘅一種尊敬啊！係你對台海較溫柔地位，台海絕對唔會虧欠嘅。年人啊，低調，唔好貪事。像用的啦，是的啦，那就好。還有太海，周圍有發達嘅生命力啦。喺你討海嘅人，周圍還有戰場啊。爸，這段太熱呢，還得替拜堂公爺的事情。唔咩 T 牌停係出去啊？爸，我知道你是做冇搶路條路啊。等於呀？正經啊！而家講嘅一條事情吼，就係而家最流行嘅生態保育啊、環境保護。爸，生態行到時喺最前面呢。我哋嘅口聲啊！剛剛講嘅全部都係老祖先留下來嘅土地，只係啲下人啊，全部都唔記得強強認認。爸，不管有乜人，你來見太后一筆。好啊，而且東西看見啦，現在開出了。
景浪子，日头渐渐转下移。爸，自家嘅身体要顾好啊！来，食啦。小啊，嗯，做边个神法官无？请关啊。咁样呀，伊个什么伊都警告，敢唔会请辛苦？怎唔会咧？其实好种多请照顾挨着，挨好到什么嘅清少，加上挨要上得安讲。想想啊，阿爸徛唔咧正面动作，哪有啊？你唔是安慰我。嗰两时喺美国无卡无钱，你妹唔会去托警告。爸，你总唔得看下无？也本来就给人家提议之言啊，汉白不准跟人讲。了事，阿公因为本店叫拢见走咧，我就伫顺便。我们应该是叫点老算的时转吧，该来提一摆时算。真紧哦。无想到了下。我又喺我奶行上了条路，爸，都係過去嘅事情咧，莫個想咁多。爸，唔掂喎，漢拜。硬我是个船呢，比无卡机太甲北皮，又密封又安全。佢強姦當然唔中央啊！唔管用诶，唔該海上男子漢嘅精神，硬冇老唔撐下去啦。唔放心，硬一天冇老無卡政治嘅。食飯啦。食咖掉呀！爸，會區嗎？坐一下好嗎？唔是啦，清酒模樣散步咧，天天咧行得一爽快。爸，唔掂冇？
我17个时节伫台湾一圈，回头亲讲嘅台海点来啊？该韩式台，当然係呢琉球島啊。邊個工作咧？我接比較上有一隻安講嘅故鄉，真係喺清輕薄嘅事呢。對啊，有安講嘅所在，即間嘢唔係，點都係觀光客見來見到。又有冇乜嘅唔好啊？有理想嘅人本來就愛出去打拼，觀光客來，咩就得改善大家嘅生活呀。打上也係哎呦，破壞嘢就越來越少。另外，雖然佢哋去做各行各業，唔過卻要向討好人嘅精神打拼啊。討好人離開大海，咁行做得按到討好人。爸，討好人請係一隻名陳天天，總愛過得歡喜，冇虧欠萬人。對物嘅味嘅，做物嘅事，物嘅相關。因為係每個唔皮嘅行，嗱你千叫冇啲有卡咧副權嚟行安尼。錯啊！爸，阿姨啲街。阿姨，有事啊？这家己出来底做的烟钱啦，想讲做伤济啊，摕过来恁食啦。爸，你就聽聽嘅了，我先轉去做飯。阿姨，安子姐。後尾唔晒生意啦。天爽啊！我有幾句話想要甲你講啦。讲真实的啦，自细汉看到大汉，你有温秀啊，这个查某囝是你的福气啦。有影啦，我这个查某囝真正是足乖的啦。你若是有珍惜这个囡仔吼，你着要好好尽做你家己啦，唔通定定互伊安尼操烦。昨昏文秀来找我，伊爱我莫甲你讲。啥物代志？伊讲伊过一阵啊，就要向婚发上阵啊。后摆转去厝的时间会愈来愈少，爱我照顾你。囡仔人捌傻啦，我家己照顾我家己。我感觉伊比你搁较捌代志。这种代志，变来你免讲。是啊，这种代志是要安尼当免讲。后一个年嘛，得要20年啊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无甲文秀讲。啥物代志？我要搬去台湾啊！是安怎？年岁愈来愈大，身躯边嘛需要有一个伴。你已经有对象啊？恭喜你！后摆你爱好好照顾你家己。
睡唔得咯。我搁想阿哥嘅事啦，唔那樣，佢會唔安心嗎？其實，我唔單止啲想阿哥嘅事情，我要自己檢討我自己。唔會嘛嘅好檢討嘅。永遠冇。我嚟個做阿爸當建設，按多年來，有一件當初嘅事情，我啥冇注意到。嘛嘅當重要嘅事情啊！嗰就是我有人按好嘅妹，我按好，咩很強嘅啊！唔看，只會愛好佢，輸氣也唔會怪伊，還推伊講法，當槍也未。爸，唔是講很多嘅啦，想看看相片就好，全部都係牙膏嘅，一種都冇。哎呦，我本來就唔好去想嘛。你唔是推阿爸講法，阿爸就會太細心，阿爸就會從南強。爸，你千萬唔好安尼講。從細到大，我根本唔是同阿哥爭嘛解、搶嘛解。你哋係樣嘅冇？因為阿哥有嘅，我沒有，我一項都冇欠啊！爸，你真嘅冇偏心。韓國阿妹過身後，唔愛行山賺錢。又愛辛苦，老捱到脫胎，本捱到唔熟識做，喊做得本捱讀按讀書。爸，你本捱嘅已經拉到咧。
哎，我走。哎，我走，我走。爸，哎，文秀啊，我大做做嘛？硬想做走来分啊！好啦，天时人哦，冇人到去，今日再去。这个我说你对的哦。来滴啦。谢谢。風平浪靜，日頭漸漸轉下移。哎，文秀啊，你哋去做乜嘅？冇啊，當佢冇轉來，我去了看街看啊。哎，什麼爽爽，我帶水你知唔知？哪有按那個事情啊？你又唔可以忘咯，哎，你拖開你清醒下你啦，你從細也未睇，你又唔可以唔聽你事。係啊。呀，爽啦，唔好半夜晚帶水啦。啱唔啦？嗯，唔講上來，我同阿爸講。係啊，行啦。講乜嘢講啦？哦，田松哥，你要嗯，什麼形容佢做得爽順咯？什麼形容啊？文秀從細啲船上教到睇，特別做得，你阿樣會做唔得。哎，田松哥，安尼唔好啦，伊查什麼嘅爽爽，伊係咩抵得咧啊？你講什麼形容啊？個阿秀係咪是幾下錢做啲權奸呢？你阿種細船人，因為做唔得爽啊？哎，田松爸，有冇強用啊？乜解冇強樣？你乜解自己人啊講你就禁忌，嗱你幾強樣啊？個老船就買睇戲嘅，你下人啊講緊以為冇嘅。阿秀啊，拿眼鏡打翻來。好。你上杯啊，來食雞哦。爸，我就叫學教咯。對下，你係個本。老師。係啊，我想買東西本咯，用啲嚟買嘅，我想什麼嘢啊，較好講師傅。唔過，一個個從來冇嘅呢。嚇？你唔一個唔講師傅嘅啊？唔怕，我拿咗嘢嚟揾過。冇關係啦，爸。一經有咩用喺度啊？哦，好啦，佢記得咯，我好好照顧自己身體點喎。唔識少啦，又要歸家照顧啊，唔就愛好好照顧自己點喎？好啦，好爽爽嚟。原來係哦。
喂，你有冇咧参开无？你若讲我的吼，紧当一个。你上来。喂，喂，少年嘞，少年嘞，夭寿啊！我刚才，我才讲叫。谢一跑虎山讲。
歹势哦，本来小心办法想要救人的，也还感觉无法度的。唔会啦，你也干你了。有好，也感冒用吧。小说东西哦，我地下，啊两位啊，马开都冇，说的里面啊，轻度，算了，我跟你讲，喂。虽然你药跌到坏肚皮了，这样不，风浪得太，算了，去承担了。那算了，从以前做了有5000天很久啊。白的。哎，你敢要偷渡客？嗯？他们讲我没地，那我偷渡客，你是唔靠来啊？是靠啦，没查啦，你还敢把讲我以后啊？是靠啦。你要依赖啊？还去个来个你。今天天大。应该是会同意哦。你咩唔講唔去就唔去，我本來要想去救呢，不過你阿算的眼睛快點，你哋阿哪咪都去呢？好了，尽量了。顺便了下车，不是去同意就要陪同意搬，
过多甲你好事，莫讲你也小夫的，你的爱都奈无。风平浪静，日头渐渐转下移。本来想死，算得好好，听上个送，算你煞坏的。人生无常，没啥呢。好呀好呀，雨刷嚟来啦，一定要救的，一定要救的啦，喂，救人咯，喂，那边有人咯，喂，救人咯，那边有人咯，救人咯。先生，里面那个人已经醒了，你要不要进去看看？谢谢。香了，样的，你有较爽爽。自细，讲嘛个自细，伊要救到，要救到俺一家。
阿生呢，本来了拜阿爸去前年拢穷下嘅，不过我想他把迄天公行了来啲凡间受家纪念，多做下条事情，有啲天堂好好照顾一家。我相信呢两字呀，总有一日会再相见嘅。先生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哦，你有看到和你一起被救上来那个人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他怎么了？他人不见了。田总伯，哎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是这样子的啦，我们所长想请你回去补做一些笔录。哦，好，我找个时间过去。好，那我先走，田总伯。钓油吗？钓饼玩玩，钓太沙板，钓饼的吃，都钓冇好吃咯。娘个啊，上个毛的连鱼的都唔晓得钓的。嗯，走啊。走。哎呀，在度有乜嘅打算？我老嫂过来讲好的，既然银行通多，再唔去的时间，我就去来听市讲讲算。拜托啊，好冇？堂堂伊咧打五郎咧，过去市讲算，唔讲人落死下。嘿喂喂，你下唔会咧？乜嘅意思啊？我每个人嘅讲嘅话，系全部躺起来咧。唉，我睇东江嘅朋友讲，而家就伊有一隻船嚟外賣，娘嘅啊，有興趣冇？怎講啊？也體重要嘅哦，一樣嘅標到五嘅。喏。哎，田总爸，來啊！所長請來啊！來，田總爸，一邊手啊！嚟，手啊！田總爸，係這哦，阿毛係要潛來哦。乜事情？佢哋嗬，做一喺上門講，上班唔叫做啲生意啦。伊說來上到樣誒，做得太可以試一下冇？一處免急人湊湊啊，研無結果誒，行過啊，聽到冇斷斷，啊批工一種啦。條那冇斷斷，批工一種哦。哎，關頭，把那資料拿過來。田總爸，那也有得資料，你看啦，啲相片都好，有幾生意冇？
就迄记啦。就迄记哦。唔对毛，佢做造事的呢。真嘅？我哋要杀佢3档久的。之前吼，与做嘅造事集团呢，本55的案呢，老佢没有关系。外面啊，听讲佢就唔见体咧。冇想到啊，原本伫海都巷内流转来。有人拄好。关头，组长那封信给我。你还记得上摆唔本人检记讲造事的事情冇？当然记得啊，有叫咩唔会唔记得？甲姚出世本系啥都好。我想啊，太开真英文啥都的。用办讲？说不定吼，我要输到一封无下名的信呢，叫人去针对你的哦。不过啊，上摆迄讲造事，不过下摆吼，电都会拖人澄清。用我吼。一下子讲，上摆唔叫迄卖人过后啊，也规件事情吼，我太快就了解。咩迄老造事有关呢？当然有关系啦。唔想看啊，唔检记嘅造事，可以记到差唔多钱。故说啊，佢哋都下心来检记，想让唔咩走。冇想到背面哦，啥读到嘅7本7间嘢55嘅一种事情啊，不一定都開到好，改仔係你唔嚟叫上來嘅咧。佢樣做，係會到搭車嘅。唔看啊，連天公報就唔派得人走，故說啊，佢俾老萬錢拍嘅啦。我们唱一条长长的船，相爱训练一条河吧，一条里，决心做一个轻松的人，勇敢填一条水路。来意，把梦唱到400年前，该他们最后，年来的一条水路，走走有年。一条长年长长长树走，该忙个。一群两长狗，水路行该年。以后还有人那一。